现场有2000多位，这个好像只有200多位的声音哦。对，只有200多位。来，大声的说，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谁？没错，让我们掌声欢迎许富凯。全场的尖叫声在哪里？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亲像是别人在笑我。朋友的感情看甲这么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？原来你行到这么晚。朋友的感情线来风雨人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放。双时的目眶内地讲地菜，予我心肝头是听几天。认心来听看你欺骗的话，莫搁讲遐尼多，做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。烧酒1杯、2杯、3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笑话，心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。做一个无人熟悉、远的所在，困苦1暝、2暝、3暝，醒来自由飞。对因来祝福，踏着天上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举高一下吧，来，谢谢。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亲像是别人在笑我。朋友的感情看甲这么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？原来你行到这么晚，朋友的感情线来风雨人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放。双时的目眶内地讲地菜，予我心肝头是听几天。认心来听看你欺骗的话，莫搁讲遐尼多。做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，烧酒1杯、2杯、3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笑话，心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。做一个无人熟悉远的所在，困苦1暝、2暝、3暝，醒来自由飞。对因来祝福，踏着天上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做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，烧酒1杯、2杯、3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笑话，心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换你啦。做一个所在，困苦1暝、2暝、3暝，醒来自由飞。对因来祝福，踏着天上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谢谢，不要现在。2000多人的尖叫声不止这样子哦，来，1、2、3，谢谢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许富凯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哥，谢谢，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吗？许富凯。
帅我知道了，对。很开心今天来到院里，拄到大家哦，甲大家见面就欢喜的。啊，耍来来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哈，跟我比一个动作好不好？我的粉丝就知道了。来，宝贝，对，比个爱心，我看一下全场的朋友一起。今天跟老公老婆一起来的，举一下手，我看一下，夫妻档的，夫妻档的哦，有吗？有吗？那你们两个互相比一个爱心，一人一边，好不好？很好，带来这一首《你就会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今天来到了美食季，一天呢一定要摄取1碗白饭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安内叫我溃烂，记得要吃饭哦，好不好？阵风吹啊吹来，人无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。今夜的天晴，你一定知影。双手借我。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犹如是三更半暝的暗暝。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花，为你看做冬天的彼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开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花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全场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。宝贝，来哦！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，所以要大声一点。你是我最爱的，谢谢你们，待会再大声哦！谢谢后面朋友，谢谢。如果是三更半暝的暗暝。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双手再借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花，为你看做冬天的彼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开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花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冬天的彼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开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花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花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你们是不是想看镇长跟镇长夫人来一个宝贝啊？是的话，比一个爱心好不好？耶，好可爱，谢谢。Hello，这是我们的比较。
两位美女好。来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因为现在呢，我们知道哦，其实我们同时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，因为呢天气是越来越凉冷了啊，对，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我们保暖，然后喝点水这样子。好，我觉得前面这两位特别的开心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对，看到我们偶像了，你们几点来的？几点来的？在那边跳，然后我想说，我觉得这两位男士更可爱。哪两位？哪两位？因为你知道吗？我的粉丝啊，大部分都是女性居多。哦。对，那看到两个男士在一起比爱心，我也觉得蛮特别。我刚刚没有看到，我可以再看一次啦。可以吗？最爱的。等一下，其实，在比之前，我以为你说他们各自比各自，我没想到你们是，不好意思，我误会啦，真的。我们不能用一样的眼光看。对啊，你们这样太可爱了。女朋友在旁边啦。对，你这样才能够吸引到我们的许富凯的注意。对，很聪明呢，怎么那么聪明？很重，马上就记住你们两位了。对，那我们呢也在这边也非常开心，有这么棒的活动，也特别邀请富凯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，而且粉丝非常的多，听说我们活动还没开始就已经来到现场。对，因为他们要抢先锋，他们一定要坐在最前面，对，非常的强。他们就是来这边看我表演，顺便就是叙旧，要不然就是野餐这样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他随时都要知道哦，那边原来那里有个活动，他们可以适合野餐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而且他们很用心的话，我一定要讲一下，我真的很谢谢我的粉丝朋友，是到任何的地方、任何的活动都跟我一起，谢谢。可是我觉得一定是富凯，你本身也是非常温暖的歌手，对不对？才会让他那么喜欢你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我们要跟大家说，富凯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因为我们12月1号，其实就很快，在几个礼拜，我们的新专辑就要推出了。对，是不是迎来了尖叫声？期待好久了这张专辑，预告，要不要介绍一下？睽违了2年的时间，然后呢，这是我第9张的新作品，叫做《十歌》。然后这个10呢是拿着10，对，然后呢，大写的10，对，里头10首歌，对，都是向一些经典的女前辈致敬。哦，女前辈致敬，10首歌都是女生的歌，哦，翻唱的歌曲。然后呢，在前几天已经上了第1首歌，叫做《323到这》。雨伞予你也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爽！哇，清唱就这么好听，难怪你这首歌，你说前几天才推出，现在已经占据各大排行的冠军啊！谢谢，真的很强哎。对，然后呢？现在已经开始在预购了，对，已经开始开放预购了，而且不简单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星期日的时候呢，只要呢你上我们的名字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富凯。对，而且呢，他的搭档今天也会来，哇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说沈哥吗？对啊，你都不知道吗 ？My friend， 你私底下感情不好。没有。沈哥应该在车上，要不然就是旁边的溪在钓鱼吧，我想。对，在钓鱼中。而且这几次都有遇到他，跟他一起工作，他是个很热情的人。对，所以待会呢，你们的热情也不能少哦，因为他真的很嗨的一个人。对，没错。而且还有，我有小道消息。哦，这样子，你怎么这么多小道消息？对。而且听说呢，我们的富凯呢，现在呢已经升起了自己当老板，是吧？哎呦！我是因为小道要多支持一下，真的不容易，不简单。要跨越这个境界，真的不简单。因为明年就是我出道第10年，10年了，这么久了。其实我要认真讲的话，我从18岁开始在电视台比赛。对，很早就出来比赛。很早就出来比赛，只是说我从明日之星开始，我是2010年去比赛，2011年出道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明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，所以10年10歌，所以好有意义哦，真的很棒。很谢谢粉丝跟我一起雨伞情，我们就一起拿着雨伞在雨伞下唱歌听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继续让请富凯用歌声来温暖疗愈大家。是，那我们要听歌之前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，欢迎一下我们的与会的长官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特别呢要欢迎的呢是我们的正宗国议员，今天也特别莅临到我们的现场，议员好，欢迎好。还有呢，我们的蔡明芳代表好，代表在这边，欢迎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吧。好，没问题，带来这一首歌。
今天风稍微大一点，叫做《棒风吹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好听的歌，请大家一起欣赏。听过吗？台视的片尾曲，《生生世世》片尾曲，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啊！感情亲像风吹日飞，归远无地找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假情假意，请你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人甲淡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过，风吹过，行你陪走，无人来陪，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，放你飞，放风吹。我的饮酒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地找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谢谢。手上的那个手机的手电筒给它打开好不好？打开一下，看一下我们今天2000多人的手电筒有多么壮观。谢谢。来哦，后面朋友也是哦。感情亲像风吹日飞，归远无地找。冷冷的风来讲情话，假情假意，请你收回。一阵雨，一阵风，风吹人甲淡孤孤，我的心可比风吹遐艰苦。风吹过，风吹飞，行你陪走，无人来陪。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，放你飞，放风吹，放你飞去无后悔。我的饮酒一杯，放在心肝底。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地找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我的想你永远藏在心肝底，放你飞，你紧飞，天边海角无地找。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？谢谢方鸿吹。哦，我不是，可以再团结一点吗？对嘛，这样比较有感觉。对，然后再一次哦，团结一点哦，1、2、3。是嘛，就是这种感觉啊，对不对？给自己一个掌声，再加尖叫声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带来最后今天这一首歌，今天歌在雪梨送给你们，谢谢。
搁再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。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再想你。凄凉的暗暝，梦有大失眠。无缘的为何来离开？今夜想着心伤悲。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意，过去啊。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再想你，你的声音引我心稀微。无缘的无论伫倒位，我会永远思念你。虽然我明知影你甲我已无缘，过去啊。这时候就要来一点欢呼声。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再想你，一切。亲像在梦中，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再想你。凄凉的暗暝，梦有大失眠。无缘的为何来离开？今夜想着。心伤悲，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意，过去啊，无缘的今夜搁再想你，过去啊。谢谢平遥哥的鼓励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快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徐福凯，舍不得走吗？舍不得走是吗？我是不是要跟大家拍个照？哦，好，可以，我们大会摄影师赶快过来，摄影师，来，一定要的。那我们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待会呢把你们的双手台本的，你们的对，你们手上的举牌哦，举牌，来，一起来，让我们一起来，后面的朋友手举起来，耶！最后夫人，我们一会的长官，我们一起来比个耶！福凯，你可以等我一下吗？怎么了？我可以请我们的镇长跟镇长夫人一起上台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我们的镇长跟镇长夫人，好不好？还有我们的我们请镇长夫人，我们请上台。谢谢。哇，来请我们这边请。那我们待会大家一样哦，再把手举高，或是第一个爱心都没有关系吧？这两位，来，没关系，可以的。我们今天哦，我们先让富凯跟我们的镇长好好的让你认识一下。有，刚刚在后面的时候认识了好久。原来非常的熟悉。来。对啊，夫人很可爱。来，我们这边请镇长这边请。来，小苦嘞，来小苦。来，大家小
小裤子，小裤子哈。好嘞，比起来爱心哦。我们爱心为比吗？这样，耶！小爱心，小爱心，哎，会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主题，幸福苗栗2020，爱你爱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徐副台，谢谢夫人，谢谢镇长，镇长舍不得，夫人舍不得，谢谢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徐副台。哇，谢谢大家，真的你们也。